写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及其辽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欲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1:1，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25，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也，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上帝，道真理。老母娘慈训，明灵义电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旨，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富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沐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上帝圣号之意义，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孝，夏禹之大功，文王之大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大慈，是指之喜舍文。对不对？那你中部还留那么多，那南部呢？对不对？而且从现有的他的研究里面啊，他的调查资料里面，我们发现啊，这个中部彰化、台中一带的正统，其实有很多是来自于云嘉南，对不对？那云嘉南的这些正统到底在不在？假如它在的话呢，它可能会带出一些这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是我最想要这个去从事这个或是鼓吹别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在民间信仰的文化的研究，它其实已经到了某一个层次需要转变。我们不应该要再从寺庙，或是从神明，是从绕境信箱，不能只这样看。因为如果是这样，那台湾的民间信仰会太可怕，对不对？那这一些东西，另外有一些，不管你是寺庙的绕境，或是进香，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团体。而这一些团体呢，其
其实啊是推动整个信仰文化的一个核心。但是这些团体怎么组织、怎么运作、怎么存续，还有基于什么这个理由呢？他们愿意这样去投入，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答案。那这个就会造成我们对于信仰了解的非常片面性。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崇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净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三界28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字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情上意与形象意，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便不恒，用在不无言为范积极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字与母同音同义，字形与父母字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加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90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万灵主宰，灵性之母亲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情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民，若对不对？那你中部还留那么多，那南部呢？对不对？而且从现有的他的研究里面他的调查资料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个中部彰化、台中一带的正统，其实有很多是来自于林家这些嘛，对不对？那你中部还留那么多，那南部呢？对不对？这些嘛，对不对？这些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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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那你中部还留那么多，那南部呢？对不对？这些嘛，对不对？那你中部还也同时
26曰所谓提独纳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故以为喻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及其疗息，独立而不殆，周行而不殆。五之行，四之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也就在神耶和华天诸天复生地造。上帝从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五点回教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时。欢迎立陶宛台湾史研究说，这是我一直觉得，那时候接的是中，我发行就是到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欢迎立陶宛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生命，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和动物，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耶和华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有安在。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从始到无有的能量，主管此无有的能量，我们的宇宙所有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以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者着火于家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分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
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产到佛